華富村舞火龍過一個最有香港特色嘅中秋節，因為冇去到去邊度 ，Let's go！ 消化咗2日，我仍然覺得去華富睇舞火龍真係好難忘。以前睇片以為條龍行過就算嘅啦，仲要咁逼，有乜好睇呢？但係睇片同現場原來真係差好遠噶。本來嘅計劃係喺大坑嗰度睇完再去華富睇，點知大坑多人到黐線，現場工作人員話排隊係會入唔到去，一於果斷轉場。由於做咗成個鐘，由本身冇乜人都變到爆多人，哇！條龍嚟啦！仲有觀眾幫手插香嘅環節。以前嘅火龍咧係為咗驅瘟疫嘅，而家就為咗祈福。插香嘅時候咧都會諗，希望大家嚟緊都事事順利。自己有份起條龍，參與感真係大好多。現場超多人，個氣氛好好啊！黐線。大埔區入嚟，我點解會想報名參加呢一個嘅？因為想中秋節有啲氣氛咯，居民有啲 friend 跟住叫我哋嚟玩，值得嚟嘅咯，大家都即係中秋節係應該咁多人聚住一齊玩，咁又唔係你自己喺屋企玩電話啊成噶嘛。好似喺香港好似已經好少見到，少呢啲嘢㗎啦。由以為自己嗰晚會睇唔到條火龍，到成班人一齊期待、一齊歡呼，俾啲香煙度流晒眼水，到去追條火龍，成個過程都係睇舞火龍嘅一部分。我諗呢啲就係睇片冇辦法感受到嘅滿足感。嗰部已經咁行咗慢步啦，聽日再行過啦，拜拜。